校园开唱，从小就想当艺人的黄瑜娟台风稳健。2013年圆梦推出自己的专辑，唱的是客家歌曲，台下的高中生听得津津有味。电音曲风、动感旋律，在年轻族群很有感染力。伴舞的女同学很快也朗朗上口。同班同学为她组成舞群，校长认购专辑为她冲销量。推荐的孔锵老师也看好，永平工商会出现歌坛的客家电音女王。歌唱的好，其实就看得出这个她未来的潜力无限。因为第一，台上还有这个明星的样子；第二，歌喉第三呢，他有这个对演艺圈这行业有企图心，表示说这个会成事。黄瑜娟超龄的表现来自从小的训练，从国小5年级开始参加过200多场演出和比赛。看孔锵老师对你的评语是，你很有天分，很懂有天分。從小就好表演，我從小就愛表演。电音、摇滚、爵士、抒情曲風都樂於挑戰，為自己的理想，也為了阿嬷的想望。心上了一高那一冲那。客家歌其实也很好听，为什么很少人唱？我外婆是很喜欢唱山歌，但是她没声音的，她希望我去学，然后唱给她听。想唱给更多人听，黄瑜娟说自己很珍惜每一次的演出，都是宝贵的经验累积。接下来要往词曲创作努力，把自己想唱的客家的声音传递出去。上课喽！运動有天分，愛從細就好表演。運動有天分，愛從細就好表演。